元朗兩個男人俾人持刀襲擊，一死一傷。警方將案列做謀殺及傷人案處理。消息話初步調查懷疑涉及黑社會結緣。閉路電視影到事發一刻，見到有至少4個人打算上的士，隨即有3架白色私家車駛上前，多個黑衫人落車走向的士，其中一個人隨即逃走。差唔多同一時間，另一個白衫人由的士嘅車廂逃出嚟，俾至少8個懷疑持刀者追住。冇幾耐，嗰個被追斬嘅白衣人返到去的士附近，打算上的士嘅時候，再俾部分黑衫人上前襲擊，佢跌咗喺地下。最後再有黑衫人由一架打算離開現場嘅黑色私家車落車，懷疑向傷者再追斬幾刀，見到地下隨即有血跡，成個過程最多幾分鐘。警方到朝早仍然封鎖現場調查，見到路面仍然有明顯嘅血跡。警方話凌晨近5點半接報，2個男人被多人襲擊，其中一個24歲嘅男人身體多處受傷，送院搶救之後不治。同行嘅28歲男人背部受傷，清醒送院。消息話有人聲稱事發之前曾經同其他朋友去到元朗起業工廠大廈一間酒吧飲酒，逗留咗大概4個鐘。有人聲稱冇同人結怨。據了解，初步調查懷疑遇襲死亡嘅男人同施襲者係有黑社會背景，事前有私人恩怨。無線電視記者陳佳報道。